好多香港人日日聽人講話深圳生活物價平到笑，福利津貼又多到數唔完，搞到個人心癢癢。究竟呢啲傳聞係真定係吹水？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最無水分、最真實嘅長住體驗。我哋公司搬咗嚟深圳前海嘅鯉魚門站呢邊，已經足足超過半年嘅時間。呢度有個好出名嘅地方叫前海夢工場，好多香港嘅初創企業都會揀喺度落腳。成個概念其實同香港嘅數碼港差唔多，入面開滿咗各式各樣嘅孵化器同科技公司。行入成個園區，你會發現地方真係好大，分成咗好多棟好有現代感嘅寫字樓，樓下就開滿晒零售鋪頭同商鋪，平時生活配套一應俱全。實不相瞞，喺度住落之後，如果單純講日常生活嘅體驗，有啲地方真係比香港好好多。最明顯就係交通費，喺深圳搭地鐵，就算你坐好多個站，轉幾次車，車費往往都只係3-4蚊人民幣。對比返香港，依家喺香港搭1-2個站地鐵都要10幾20蚊，如果過海返工返學，隨時一程就冇咗20幾蚊。相反，喺深圳，你只要使10幾20蚊，呢筆車資就已經足夠帶你跨越城市去到第二個地方。好似我哋由前海出發，搭跨境巴士去中山，車費都只係18蚊；去廣州南沙都只係25蚊。所以喺深圳住，一到週末假期，你想去大個城市玩，真係又方便又平。如果你覺得去廣州都未夠遠，想再去遠一啲嘅省份旅遊，咁你由深圳北站搭高鐵出發，直程會比你由香港西九龍出發平一大截。攞去長沙旅遊做例子，如果你由深圳北站上高鐵，一張2等座車票嘅價錢大概只需要300幾蚊人民幣，但如果你由香港西九龍站出發，車費一跳就跳到去500幾甚至600蚊。如果計埋回程車票，一來一回，單係高鐵飛嘅差價就已經可以幫你慳翻300-400蚊港紙。呢度仲未計平時喺市區內搭的士嘅開支。喺深圳用手機 app 叫架網約車或者截架的士，最平嘅時候幾蚊人民幣就已經可以起表起行。但在香港依家搭的士，一上車個表未跳就已經30蚊起跳，中間嘅差價大到根本冇得比。所以單喺行路搭車呢一方面，長住深圳嘅生活質素確實係有非常明顯嘅提升。因為交通開支少咗，你自然會發現自己多咗好多閒錢同時間出去娛樂消費。好似好多香港人最中意嘅按摩、水療，喺深圳揼骨1個鐘，通常都係100幾蚊人民幣。最爽嘅係按完摩之後，你仲可以喺間鋪入面大搖大擺咁免費休息或者沖涼。好似我成日去嗰間按摩店，入面仲會免費送好多精緻嘅小食同新鮮水果俾你食。如果返到香港，你拎住100幾蚊港紙，我相信你連一間普通足浴店嘅門口都未必入到。除咗呢啲消費之外，平時嘅生活空間同體驗都好過香港。好似踩單車咁，深圳灣公園嗰度有一條足足10幾公里長嘅單車徑，成條路最厲害嘅地方係沿途完全冇任何斷開嘅位，一個紅綠燈都冇，你一踩上去嗰種順暢感真係特別爽。路面又寬闊，旁邊就係無敵大海景。喺香港，你基本上好難揀到一條行車線咁完美、規劃得咁好嘅單車徑。而且深圳呢幾年發展得好快，每年都會有好多全新嘅大型商場落幕，每間商場嘅建築設計都又新穎又亮麗。喺呢度住，每隔一段時間就有新地方行，成件事好有新鮮感，完全唔會覺得悶。有時你去行商場，入面啲綠化同空間感大到好似去咗郊遊野餐咁。喺香港咁逼嘅環境入面，你又點會揾到咁樣嘅地方？即使係一啲開咗一段時間嘅舊商場，每逢過年過節，佢哋都好肯花大錢去搞一啲非常吸睛嘅大型節慶活動，好似萬象前海咁。之前聖誕節就特別打造咗一個極之震撼嘅冰雪之景，仲喺現場辦咗幾場音樂會。最緊要嘅係，你作為市民去參與呢啲咁有氣氛嘅活動，係完全唔需要俾錢嘅。所以喺住屋同生活體驗呢一塊，深圳確實做得好出色。不過講完好嘅一邊，我哋都要講下唔好或者比較骨感嘅現實。好多香港人可能一直有個刻板印象，覺得深圳物價一定係平到極致。但如果你嚟到深圳，
係想完全維持返你喺香港原有嘅生活質素同消費習慣嘅話，你每個月所花嘅錢其實絕對不會比香港少。我哋逐樣去拆解，好似衣食住行入面嘅買衫咁。如果你平日喺香港行街，最中意喺 Uniqlo 呢類大眾品牌買衫，我有特別去對比過兩邊嘅標價。如果唔計算大減價嘅特價商品，入面大部分衫褲嘅定價數字上其實同香港係一模一樣嘅。但係大家唔好忘記，喺深圳買嘢係要折算人民幣嘅。如果計埋匯率，你喺深圳買同一樣嘅衫，反而是會比香港更加貴。又或者，如果你係一個追求生活品味、中意買進口牌子或者國際名牌嘅人，深圳嘅專櫃價錢更加唔會比香港便宜，有時甚至因為關稅問題，仲會貴一截。當然，喺深圳逛呢啲名牌商場，個視覺體驗確實是會爽一點。因為佢哋嘅店面空間大好多，陳列出嚟嘅款式同碼數亦會多好多，唔似得喺香港買嘢咁。有時你難得睇中咗某一個心水款式，去到問店員，往往會發現一係就冇晒你住開個碼，一係就冇咗你最想要嘅顏色。另外，好似買一啲日常嘅生活用品咁，好多文青中意行 MUJI 無印良品，你入去行一圈就會發現，入面嘅嘢唔會話比香港特別平。上至大型家居家具，下至一支原子筆、一本筆記簿，兩邊嘅標價基本上都係維持喺同一個數字水平。所以如果你喺香港有特定嘅生活品牌依賴，來到深圳依然維持呢種消費模式，你每個月嘅開支絕對唔會因為你轉咗個地方定居而減少。呢個時候可能好多人會反駁我，話買衫用品或者會貴，但食嘢方面一定平好多啦。食嘢呢一環，其實真係好睇你追求緊啲咩質素。如果你話你來到深圳之後，餐餐都係去條街嘅路邊攤檔或者小店食，叫一碗鮮蝦雲吞或者一碗熱辣辣嘅湯麵，最多都係10幾20蚊人民幣一碗。咁樣同香港幾50蚊一碗麵相比，嗰度當然係平好多，而且味道仲要非常好，具有好地道嘅煙火氣。呢種性價比喺香港真係睇唔到。但問題係，你又係咪真係可以做到一年365日，一日3餐都食呢啲街邊小店？如果你話其實我都係中意去大型商場入面食飯，想坐得舒服一點，冷氣大一點，衛生環境好一點，咁你就要留意啦。即使你純粹係去商場嘅美食廣場食一餐便飯，依家求其一個套餐都要40-50蚊人民幣。好似我上次咁，只係去叫咗一碗拉麵，再額外加多一碟小菜，埋單計數就已經要57蚊人民幣，而且送上嚟個份量亦都唔係特別多，同香港嘅連鎖餐廳消費其實差唔多。所以你問喺深圳食嘢係咪真係可以幫你慳到大錢？呢個答案完全取決於你想要乜嘢樣嘅生活質素。如果你喺香港平時最中意食兩應飯，嚟到深圳你同樣走去食兩應飯或者大排檔，咁你每個月嘅伙食費的確是會便宜咗，非常易。呢度嘅選擇會豐富好。如果你個人係好花心，中意每餐都食唔同菜系嘅嘢，深圳確實有好多又平又好食嘅地方，風味等你去發掘。講完食飯，我哋再講下平日買生果。其實呢度個道理都係一模一樣，最主要係睇你想食進口生果定係國產品牌。不論是進口定國產，如果你貪方便，餐餐都跑去大型連鎖山姆超市或者精品超市買，入面嘅生果價錢其實都唔會平得去邊。我記得有一次去買進口梨，一盒標價要85.9蚊人民幣，入面得果6隻，計返埋平均要10幾蚊人民幣先有一隻。呢個價錢同你喺香港一啲高檔超市買生果嘅價錢，其實真係差無幾。如果你係買橙或者其他當季生果，價錢完全是視乎你想食咩質素嘅生果，質素好、包裝靚嘅，自然就是貴嘅。好似你如果好中意食進口貓山王榴蓮，咁你點樣喺深圳消費，個荷包都係會大出血，絕對平，唔得去邊。當然，如果你願意花少少腳骨力，行遠少少去街市嘅生果檔買，價錢就會便宜非常多。而且街市最正嘅地方係所有嘢都可以逐個逐個買。就算你每款只係買一隻，個檔主都完全唔會鬧你，仲會好熱情咁幫你稱。好似我上次喺街市買咗一隻非常清甜嘅麥梨，
稱完埋單一隻都只係5蚊多啲人民幣。順路喺隔壁麵包鋪買個新鮮出爐嘅早餐麵包，都只係3蚊人民幣一個。所以話喺深圳生活，只要你肯融入本地人嘅生活圈，啱消費場景，開支確實可以控制得好低。傾完衣食住行，相信好多香港嘅後生仔最關心嘅就是如果落戶深圳，仲有啲咩實質嘅好處或者福利。其實依家深圳政府為咗吸引香港人，推出咗好多港人創業資助。如果你符合相關嘅特定資格，真係可以好好考慮申請筆錢，返嚟深圳創業開公司。不過申請呢啲政府資助，首先個門檻就一定要符合官方訂立嘅產業資格。好似前海夢工場咁，依家最新嘅申請要求，企業必須要符合人工智能、金融科技呢一類高新科技產業，先至會獲批准入駐成個園區。其實喺早幾年之前，入駐嗰陣時是完全沒有這一類特定產業條件限制嘅。我聽園區啲人講，主要可能是因為近年報名入駐嘅香港企業越來越多，競爭激烈咗。所以政府最近就增設咗呢啲高門檻嘅篩選條件。你行入夢工場嘅展覽廳，同時亦都會看到我們香港嘅特首，之前都親自嚟過呢度參觀同埋影過相，可見兩地政府對呢個項目嘅重視程度。如果你成功通過審批入到去，政府對一間初創公司嘅實際資助金額其實都幾大手筆，入面主要包含了辦公室租金嘅補貼、創業成功嘅現金獎勵，還有針對聘請員工嘅就業崗位補貼。而最吸引人嘅一點係，如果你作為員工過嚟呢度定居同工作，政府每個月會視乎你個人嘅學歷，最少都會發放幾千蚊人民幣嘅現金補貼俾你。而且呢個就業補貼政策並不一定強制限制你一定要喺夢工場園區入面返工，只要你入職嘅公司地址係位於前海嘅其他指定地方，你都一樣可以符合資格遞交申請。不過喺度都要溫馨提示返大家，一啲魔鬼細節，大家聽完補貼唔好開心得太早，有幾點係一定要特別留意嘅。首先，政府網頁上面寫嘅資助金額全部都是未扣稅嘅數字。根據內地嘅稅務條例，個人所得嘅這一類政府資助是要一次過扣除20%嘅偶然所得稅，即係話如果你表面上拎到1萬蚊補貼，實質到手扣完稅得返8000蚊。第二點，呢度絕大部分嘅資助普遍都是1年才開放申請一次嘅，成個審批流程行落嚟需要好幾個月，它並不是每個月定時定候，好似發工資咁，將筆補貼直接過戶去你嘅銀行戶口。所以你一開始過到嚟，自己必須要有一筆充裕嘅流動資金去墊支平時嘅開支。除了創業就業之外，政府對香港青年嘅住屋亦都有包括短期居住同長期居住嘅配套安排。如果你只是過嚟短期實習或者考察，佢哋會提供一啲短期免費或者平價嘅青年公寓。而如果你打算喺度長期居住發展，你就可以全職去申請前海嘅人才房。呢啲人才房嘅居住環境非常新淨，配套又好。最誇張嘅係，人才房每個月嘅租金甚至連2000蚊人民幣都唔使，就可以俾你住到一間好大好舒服嘅單位。對比返香港，依家求其租個國房都要7-8千蚊嘅瘋狂租金。你住喺呢度，每個月單單喺住屋呢一項開支上面，就真係可以幫你慳返一大筆血汗錢。而最後總括成個體驗來說的話，我就覺得如果你選擇喺深圳住，你個人嘅出發點如果僅僅只是追求買嘢平、食嘢平，想將所有生活開支壓到最低嘅話，咁其實呢度真係不會說比香港平得特別多，因為高質素嘅生活無論去到邊度都係有代價嘅。但相反，如果你追求嘅是生活空間、城市嘅發展活力、全新嘅科技體驗以及更大嘅個人發展舞台，咁你嚟到深圳長住，成個生活體驗上就很有可能會比香港好得多。而我哋今次嘅爆款分享影片亦都差不多啦。如果你都想看到更多更地道關於大灣區生活、創業同埋全方位嘅實用資訊，大家就要記得撳掣訂閱我哋嘅頻道，同埋時刻留意我哋大灣區生活處處行嘅網頁更新啦。我哋下條影片再見，拜拜。